蔡英文，蔡英文参洪忠义，双双高票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这些另外还有一个意义，南面咱党主席郭荣泰先生伊会甲大家报告，因为这摆除了要拼总统高票当选连任之外，立法院也要拼过半，要拼过半，要过半，现任的拢爱连任啦，若无这一席等于2席呢，哇，迄真受力，真受力。立法院我都通过半，咱咧推动政策就较有法度，比如讲这3、4年来，你看咱也减税、老人长照、囡仔照顾、农民的照顾，其实工课够真济，这是因为咱立法院过半到以来委员内底，洪忠义表现上好。敢若洪忠义摕过第1名的立法委员尔，好一个好唔好？好一个好唔好？咱大家选伊去立法院拍拼，113个，大家你比较咧，伊摕第1名，等于是咱摕到第1名，敢毋是？敢毋是？所以洪忠义第1名，嘛是等于甲咱父老乡亲有一个交代，互咱乡亲嘛感觉真公平啊。伊不只是港都盟评鉴第1名。搁一个足歹跳第1名的，迄个评鉴的组织叫做口袋国会评鉴，伊嘛第1名，这第1名足无容易咧，我甲委员，除了苦民所苦，和人民徛做伙，人民的困难会当主动解决以外，伊嘛关心中华县的发展，提出赞扬好的这个保育的政策，所以今日个伫咧遮恳求大家。咱互关心建设的洪忠义委员会当顺利高票当选连任，互中华会当搁进一步向前行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热烈的掌声，大家多谢。